Bible Story。士兵帶耶穌去釘十字架，耶穌背住沉重嘅十字架行路，好辛苦。路上有個古利奈人西門經過，士兵捉住佢，逼佢幫耶穌背十字架。好多婦女跟住喊，耶穌轉身對佢哋講：唔好為我喊，要為自己同你哋嘅仔女喊。佢哋嚟到一個叫各各他嘅地方，士兵將耶穌釘喺十字架上，又釘咗兩個強盜。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，佢講：父啊，赦免佢哋，因為佢哋唔知自己做緊乜。士兵抽籤分耶穌嘅衫，佢哋坐喺十字架下面睇住。耶穌嘅媽媽瑪利亞同約翰企喺旁邊。耶穌對媽媽講：睇下你嘅仔，又對約翰講：睇下你嘅媽媽。兩個強盜都被釘喺十字架上，一個鬧耶穌，另一個講：我哋係應該嘅，但呢個人冇做過錯事。由中午到下午3點，四圍都黑晒。耶穌大聲喊：我嘅神，我嘅神，點解離棄我？耶穌又大聲講：成了，就斷咗氣。佢將靈魂交俾父神。忽然聖殿嘅幔子由上到下裂開，大地震動，石頭爆裂。百夫長見到呢啲事，就講：呢個真係神嘅仔。婦女們遠遠望住，好傷心。Thanks for watching. Thanks for watching.